在高雄金埔一間冷凍食品行，113年奉查出講，涉嫌甲過期幾多年的肉品改票啊，佮賣予飯店甲餐廳。檢方去業者2大冷凍場超，攏總查扣12棟有問題肉品，其中還佫發現到過期14年的菇肉。係因為這姓謝的負責人翁仔某唔承認，佮想要脫產閃過賠償，檢方19甲因起訴，也建請法院就要甲因判重刑。高雄金埔這間廠房鐵門關條條，頂下骹囤真濟低冷凍肉品的空拿，攏無看人咧出入。隔壁員工講，已經1年外無看見開門做生意啊。這是一間冷凍食品行的廠房，因為細家負責人翁仔某涉嫌甲過期幾多年的肉品改票啊，佮賣予飯店餐廳。叫我頭地檢署佇113年7月發動敲催，攏總查到12棟外過期肉品。檢方表示，業者方長調所無承認罪行，甚至佮脫產盜責任，19偵結起訴，建請法院判重刑。檢察官執行搜索後，移轉名下台灣銀行賬戶內的現金700多萬元，規避司法機關的查扣行為。請法院就被告從重量刑有期徒刑8年以上的刑度，且不得給予緩刑。檢方表示，業者涉嫌用俗價去大量收工特別過期的肉，然後等下改票啊，難得咧正常的肉品轉賣賺黑心錢，雞肉、鴨肉、豬肉各項有。業者堅持肉放咧冷凍會使延長保存2年，不止個檢方查到的肉，唔但過期2、3冬的，佫有過期14冬的牛肉。有醫生表示，已經過期的肉就算煮熟去食，冇可能會對身體造成危害。其實它裡面營養素已經消失掉，最重要的是這種冷凍的過期肉品，其實很容易受到環境中的微生污染。你一旦退冰後，容易受到環境中微生污染，所以就會有食物中毒的風險。檢方表示，雖然無扣到業者銀行口座的現金700多萬，不過有另外查扣2間厝甲6筆土地，除了建請法院判重刑以外，冇求處500萬的罰金。另外過期的肉品攏總12棟外，嘛已經全部沒入。記者柯家族、邱朝陽、高雄場報道。